跳上瘾了，那个西藏摩托，每天跳2次，12分钟。把那个镜头用那个布擦一下，那个眼睛布擦一下。小的感冒预防嘛。这个是两个，这2个是相当于姐妹那种，这2个叫啥名字我忘了，在罗马语见面跳，在罗马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可能是感冒呗。应该不会去吧？他那个标志性的应该不会去。他不是广场舞的吗？啊？那个不是广场舞噻。他们呐？那个的，你说那个舞嘛，还是他们几个？他们几个不跳广场舞的？他是过来学习的，参考的。他们跳的舞子也都是广场舞噻。他们啥子？不晓得过来看的，昨天晚上来有点晚了嘛，受伤了。黑黢黢的，一身黑的，一身黑黢黢的，我们叫它黑黢黢。我都没认出来，这个第2眼才看到。对，不像广场舞，他们就是跳一般的那种民族舞那种，都是黑黢黢的啊，动物也是。还要给它撮在一起。哎，来了，领走，领走唱的那个有。其实刚刚一个发邮件问我怎么送礼物给领走，我教他，我直接在 YouTube 上面直接赞助就可以了，也是来自韩国的，我不知道叫啥名字，反正是他发电
子邮件发给我。这个画面都看清楚了。蹲下去喜欢那种动作有点慢的，有点像红艳阳那个这个是姚明吗？这个有没有179吗？哦，190吗？Hello，我看。年轻化的都喜欢看，洗澡，跟那个红洋洋那个
幅度很大。但火焰羊比它幅度更大。没有啊，希望没有。拉昌，这个是那个动拉昌风韵。对，就是因为英主在教他们，在带他们在摆那个摆摊。以前是拉左、拉错的事情，拉错要这些教啊、联络啊那些。这个只有将近3分钟，2分40多秒吧，太短了。戴帽子戴口罩那个是拥挤。嬉笑嘛。今天晚上那个好光棍的，那个全智贤来不了，搞忘了，应该还没走。还有金刚舞，雍正就在前面穿花衣服那个，还有发头舞那个，哦，玲玲中间，黑的裙子。拉草不是在那吗？那个黑胡子的。
长胖，据我所知，都长得帅。又是西藏高中跳起来，这1级啊，就是1级，这个放第3次了。要不放说像高中慢慢的话。没有了的，现在拉错了。我以为他拉错。这一块进的吗？进不了。直接就了。你看。对。前两三个那个，你还没有拉错了。对。现在到现在是几点了？马上8点半。就8点20。那个叫啥？看哪个？这几点？先这几个。对。所以是得选，高文化圈特别好。哦，跑的是11省，刚刚出发。有吧，有可能有，但是我搞忘了。这个是谁？
这不是酒吧，这是水。都是罗马那边出来的。
你到了吗？哦，你进来嘛，你进来我报 QQ， 你看我报 QQ， 报 QQ 在摄像。我来中间位置，你就进来嘛，在中间来我找你，好，好，我中间来，好，我来。送花了过来了，不用走嘛，送花了。现在路为什么没看到啊？
哦，好像是这个，那怪了。这边。你过来嘛，你过来嘛，过来你进来嘛，进来嘛。这个。我的这个嘛，没有，你跟我说，和那个有语言车，他有一回可以用的。不叫水，这个比较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不沾水，没有变化。最后一个，慢慢。船嘛。今天歌单没准备好，要么就放首先歌单，叫他比如说放那个，反正18分钟。就是好像没看到我节目带那个东西哦，应该搞忘了，我问一下他呢。哦，那个带没有啊？今天要吗？有没有嘛？没带吗？没说要，然后我没带。那你没干，没事有啥？要吗？不要了，上天不要了，明天拿嘛。明天拿，我给你写的。你没说要，我以为不要。啊，没事，那你明天星期3了嘛？好吧，一会儿下雨我知道。就是搞忘了用不了，拿了，没事。我们都是穿高跟鞋，不然那个徐峥的他说话的都仰着头。
天周一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不存在。他忘带就忘带了嘛，反正要送的。明天周一，周一天，好不好？反正每个都要跳，随时可以送啊，没法的啊。反正这个也不贵。刚刚说送海达，你们买了是吧？送海达了，白色的海达，羊毛皮花的。没事，100懂就爽。哎，不要停了，不要停了，拍个照。出去啊！好。那我可以控制，里面还可以。
美酒、湖北美酒。年龄不长，你查不查芒果汁儿？你好呀。长得好像没有到多大意思。后面这个应该把这个。这个，来让你尝。用的是花吗？这个不行，赶紧吃太短了。哦，这个好一点了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好70。对呀，还是用那个眼镜布。专门买的那个，它是拉面清洁过。
哎，你那个我们这还配颜色配搭，红黄绿什么都有。叫啥你说？穿4种颜色不一样的衣服，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做封面还好看，没有色的。4种颜色：绿色、红色、深色加上紫色、深棕色，明明白白，然后用真的、纹抹的、这个马图的，这4个就可以做封面。看看这个颜色。
摇滚乐是活水人少，现在年轻的人。咱们站在一起。
因为他们几个坐在一起，适当过多。哎，说反马了，就来了。
你们便宜。跳啥？跳啥？赶紧跳啊！到了，让我开始。啊，比你还难听。
刚刚下毛毛雨，一下就下大了，就下了，哎，一下就有点大， 1-2分钟，雨来的好快。刚下完就下大了，刚下完。还没到几点半哦，还2分钟啊？你们晚上去不去？后面今天我行吧，走了吧，就不去了，下雨了，9点半去了。这说明比较小。你有点也有雨，就是。这雨下得好快哟！走了，不去了，下北雨了。我跟你说嘛，刚跳完就下雨了。对，刚下好。早点下雨。其实天气没得雨。没得雨的嘛？天气没得雨啊。对呀。昨天那个天气肯定那么好。就是啊，也是。今天北京那个男人来的，昨天晚上来晚了，本来还有中午跑过来耍的。啊，我就看不哎呀，早点下。下毛毛雨，下得密密麻麻。走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这娃娃不去了，我娃在屋里面，就他一个人。这几天的我一个人在。